大家好啊！今日來到呢換地泰沙，可能牛欄窩幫皇上嘅扶住呢，點埋啲去扶起。大家看過做安檢了冇？前面拜山，左邊青龍。左邊青龍轉土山古白劇，大家看清楚哦。今天呢開山樹上嘅，新風旗、順樹風旗，右邊拍虎。嘅起身咧，檢身嘅，檢身開火盡掛角，睇住後就病。大家看過做安檢咯喎，今天將我本人所學呢個係演出胡節模擬。自家有福啊！第個天，今天睇到重風之氣撇實啦。好嘅，咁睇大家看過啦，謝謝大家。大家嗌個要照下來龍俾大家看啦，其實檢山盡火氣盡掛舊來裝嘅啲。大家看個來龍嘅係咪啊？3沓來龍嘅，上個3沓來龍啊！我上過嘅小竹山，夜麻大個啦，其實3沓都睇我麻，多啲風油啲麻，其嘅檢山。加副線喎，大家看看幾隻龍啊，係咪啊？幾邊呢個指甲重產婦，重產婦，都講啲旗嘅其實，水山盡木山呢盡拍虎交岸，進入木山盡拍虎交岸啦，都幾日啲嘅。其實前3台走咗，其實1、2、3係3台走咗。行到今天呢一路雖然冇出口啊，行到佢冇開幾貴啊，今天啊，大家你説款得啦，後有3沓，前有3台，大家明白嘢，懂風水嘅就理解啦。來龍啊，落個上個來龍。感謝大家看看啦，下對發咗個視頻大家欣賞。大家我攞前面照入俾大家看啦，攞喺前面照反光啲山，個副線看啦，做安檢咯喎，放睇俾大家看啦。
佢去安沙啦，叫拍符教安佢去安沙，佢就拜盡拜神，叫順時風嘅。等下我一照紅上高照下來龍俾大家看啦。